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7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明年的总统大选，昨昏中选过抽头啊、抽号码，宋楚瑜抽到1号，韩国瑜是2号，蔡英文是3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昨昏是甲张善政是亲身去抽，伊嘛做伙唱歌，也批评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是利用公务时间在走选举场。 我们俩牵着手呀，选总统呀，选总统。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号码抽了后，看起来心情真好，求张善政的手做伙伫唱歌。毋过同一个时间，韩林也嘛召开记者会，讲网络面顶有流传一张韩国瑜的假图，可能是民进党想要抹韩国瑜的第三粒核弹，呛声讲要提告。毋过想袂到下晡态度转变，讲有人已经承认讲是做倒的人，即马不爱告啊。选举啊，选到这样子，已经变得非常的不入流。 而且非常的下三滥。我们借这个机会再一次重申，未来如果有这种酷手的照片、恶意的抹黑、抹黄、抹红、抹绿，我个人一定会提告。韩国瑜继续批评对手，这个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无请假，利用公务时间来走选举的行程。蔡英文总统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是他并没有请假，而且绝大部分的公务行程都是以拜票为主。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应该要告诉台湾人民，公与私要分开。副手张善政赶快嘛是批评蔡政府，要求外交部调回驻日代表贾中定向立法院来报告苏启成的案件。外交部卢部长，请你命令你底下的代表回来向立法院报告，尊重民意。吴钊燮部长，你不要护短。 张善政希望贾中定唔通搁别啊，应该甲优惠的关系，啊，佮有家己伫咧苏启成的案件内底所扮的角色交代互清楚。大选时间差不多干那剩1个月，国民党韩长甲嘛发动火力来攻击，两个人做伙拍拼，想要拼胜选。记者综合报道。针对韩国瑜批评蔡英文拢是利用公务时间在走选举，总统蔡英文叫韩国瑜爱提出证据才通讲。这摆选举，总统蔡英文抽到3号，嘛随发出口号爱。 大家用3张选票顾台湾。大家选票顾台湾，要投3号英德配。大社化3张选票顾台湾，民进党错落甲，毋若要求连任，嘛要拼政党票甲国会过半。总统蔡英文有政务行程，是偌亲切来代替伊抽口啊。针对韩国瑜批评伊利用公务行程走选举，蔡英文吐一口气讲，希望提出具体事证。我请他拿出具体的事证，可不可以呢？这个韩阵营呢，在这段时间以来哦，常常用概括性的语言，或者是用很不负责的语言来指控我们啊。我们的做法跟前任的总统的做法都是一样的。 另外，针对韩国瑜表示，若是民进党执政，未来4年敢若惨尔，蔡英文嘛用政绩提出反驳，强调讲国家在进步当中，各用高雄市民才想要问讲市长伫倒位来甲伊考试。整个国家是在进步当中哈，倒是高雄市民想问的、想说的，就是市场在哪？ 错乱唔拿反击，佮做伙批评国民党，因为党主席讲敦义跟那亚立委夹着手，甲萨波拉检察争议讲是一个小意外。偌亲切直接点名讲敦义安尼暗砍家己的人，这款的政党作为未去得到民众的支持。的确是在不幸的事件上企图获取政党的利益。那即便呢自己政党的委员荒腔走板，乱象丛生，他仍然不以为意，替委员功过是非。 另外，大选的辩论到今还未确定，蔡英文嘛去用这个较介意换历届第4台，毋过伊强调讲，无论是倒一个媒体来办的辩论，拢会真准备。针对有日本学者警告，要注意中国会伫咧选前暗杀台湾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表示，伫咧选举最后阶段，要尽上大的力量，甲为咱的准备做好。记者综合报道。 昨那总统的选举抽头发，立委的部分嘛有做伙抽。亲民党不分区的立委提名人，昨昏全拢有9位，要拼政党票。 亲民党秘书长李鸿钧代表宋楚瑜抽签，搁带亲民党不分区立委被提名人高喊唐世华、老友党单一这做位来，因为亲民党除了拼总统，搁爱甲国会是出步调。是人民觉醒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不要再被蓝绿来绑架。
亲民党不分区内底有郭家军，台北市长郭文摕带头的台湾民众党嘛有郭家军，但是最近郭台铭甲郭文摕的关系，互大家拢放大咧检视。阁有风声讲郭文摕对郭台铭甲亲民党的关系无啥欢喜，郭文摕以制作商的讲法来解说。对制造商来讲，他也不会只找一家代理嘛，常常他也找好几条通路，所以对我来讲，这一直 OK 的，我都可以接受。消灭亲民党，这么赶快，不要把很多这种自然发生的事情都算在我头上。郭台铭对郭文摕来讲是敌人也是朋友，伫民众党内底一直咧讨论。但是郭文摕要防范的，阁有立党的攻势。桃园市议员王浩宇伫面册讲，韩国瑜落南选高雄市长，短时间内底制造出来的韩流是郭文摕造成的。郭文摕对此敢若无啥同意。博伟是看多少个表，这个韩流是你们民进党执政不利的，刚好又什么823水灾啦，又什么普悠嘛，一连串加起来。才造成韩流，而且现在说韩流出现，现在还怪我，那时候是我的网军的天哪！我要是有网军，我现在每天挨打。政治上，其实何必去当小绿呢？你想小绿，结局就是常常变成人家的尾巴党嘛。敢若是暗示立党的政治立场，郭文摕话愈讲愈酸，2020抢进国会小党的饼场愈来愈激烈。记者台北综合报道。世界现期，咱做伙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第5代行动通信5G今仔日的表，国内5大电信公司拢有摕到资价 ，NCC 有放出3个频段，估计总标金可能有500亿。来看《联合报》，立法院资本讲明仔载要收民进党提出来的老农津贴，要甲老农津贴提悬到8000块，也毋过即马取消啊。民进党团是讲，这个案这个会期袂赴通过啊，因为若是提悬，会方讲是要买票，所以会留伫咧后一个会期再去讨论。来看《苹果日报》，虾皮去年推出一支分手片的广告，靠说对手 PC 放送会慢、态度歹，互 PC 放过。资本台北地检署对虾皮做出无起诉处分，也毋过 PC 放不服上诉，即马结果出来平盘。检察官认为虾皮透过广告损害竞争对手的名声，以违反公平交易法来起诉。来关心台北捷运按算要取消电子票证8个犹太，该推出愈多愈俗的方案。昨昏甲新北市的交通局2个做伙伫参详票价，双方伫咧敬老票、爱心卡，也有儿童卡这部分拢有共识，上紧明年2月份会实施。台北捷运要取消电子票证8折优惠，改用中心回馈方案，引发争议。台北捷运跟台北市交通局找到去新北市交通局沟通对话。我们有评估过，大概至少维持现况或者比现况更好的，大概有50%，比现在8折维持8折，或者是比8折更好，至少有超过50%。台北捷运初步估算，新方案项目有50%民众会当维持现状，其实是比即马更较好。不过详细方案该经过董事会同意才能实施。双方结束会议了后，证明时出面会议媒体提出相关质疑。包括台北捷运当年负担8折优惠津贴到底偌济？新方案讲客运收入增加差不多3亿，算的方式是什么？公司贴补在这个8折，这个电子票证8折，这个1年30到40亿的这个钱可以节省多少啊？这些都是我们想要了解的。证明时烦恼新方案可能影响将要实施的宽纵线，民众可能会较少济。伊了解台北捷运当年了钱，不过有社会责任，爱照顾弱势，双方依时敬老卡、爱心卡、甲儿童卡等弱势者优惠嘛有共识。中心回馈方案预计明年2月初一实施。新北市呼吁台北捷运量化数据分析，甲完整沟通，无就应该暂停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林森北路的市民窟前几日放放火，警方昨昏抓到2个查甫人，嫌犯讲因为甲市民窟的庙公有私人的恩怨，才去放火。今日透早，这2个人拢已经放收押。火对店的烧出来，烧到4间店面甲在台机车，初一早起向放火林森市民窟翻天昏声，楼顶500瓦的大火，第一时间向紧急疏散。不过也有4个人有淡薄摔到受伤。是火烧到汽车轮胎爆炸声音，30分钟就警报响，然后有人说失火了。为监视器画面看到穿红衫的男子，伫发生火灾了后，唔但无斗相共拍火，佮摕手机伫现场4个翕。
原来这男子就是叫别人破汽油放火设立的主嫌。他变装之后去拿了这个手提的这个汽油桶，进入到409这个四面火里面，那就纵火。就是全罩安全帽，然后穿雨衣。开钱找四地男子破汽油放火，伫犯案了后，双方各伫街头付现金。警方怀疑，敢若是设立的主嫌甲庙公有纠纷才放火，毋过无排除任何可能。目前当地追查幕后是毋是阁有其他原因？车站透早2点，台北医经过审理，认定2个人有逃亡串口径可能，裁定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日24，各地天气拢较稳定，只有北部、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雨。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透早的低温也是温度也是较低的，尤其伫咧新竹、苗栗、南投、云林、花莲、较晚山区的所在，拢只有10度左右。气象局继续发布低温特报，今日透早上低温是伫咧新竹的宝山，只有9度。今日24会开始回温。北部有20度，中南部有20度到26度。伫明仔载下晡有一波东北风会来，也毋过是属于大冷，袂落雨。未来一礼拜嘛无较明显的冷空气入南，所以就无遐尔寒。镜头来台中，最近台中的火力发电厂检讨团的议题是热扑扑，也毋过即马呢，环保署是公布上新的数字，讲今年10月份到11月份，空气污染的 PM2.5的高度是减7.2%，算讲有改善。也毋过环保团体讲，就算有改善，下港的空气也是无好，致癌的风险也是真悬。外界一直批评蔡政府为了要推动灰色家园，造成烧煤的发电量提悬。能源局的数字显示，今年1月到9月烧煤的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减少，10月也减少。只有环保署的数字显示，今年10到11月南部地区 PM2.5浓度比去年同期减少7.2%，空气品质指标 AQI 大过100个月，今年也比去年同期减少46%，显示防疫措施有效果。像柴油车的这个部分的减量是相当的大，国公营事业或者是像锅炉的改成低污染的燃料的这个部分也减量也很大。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这种降罚也是无法度保障当地民众的健康。像高雄、兴达、老旧电厂的烧煤机组也无换掉，一个林园工业区也未设置光化学测站。针对重工业的管制加污染防治也有待加强。在临海工业区的致癌风险呢，是超过1/1000的。这个下降的这个污染量对民众的健康还是有很大的危害，所以希望环保署不要以此就沾自喜。1808年1月到9月，烧煤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不过去年是比前一年增加2.06%，从18年来新高。经济部能源局讲会继续减煤，只有环保署讲，烧煤发电量增加无代表 PM2.5排放一定会增加，也是会看是使用老旧，也是悄悄临界上新机组发电。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寒天无够寒，较烧热，害乃至冷影无开花，超过7成的山区拢无收成，蜜嘛减真济。彭龙讲，这是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一摆，只好望后冬啊。彭龙整理彭箱啊采花蜜，啊毋过无笑容，因为今年乃至冷影无开花，造成乃至冷影蜜大减产，只剩无甲1/10的产量，用采收的只剩100花蜜。这什么时候蜜哈？销售能量哈转化最完整。以108年来讲，是我养蜜蜂55年来第2惨嘛，第2摆上惨的一年啦。开发不了蜜，气候失常了后，植物生态完全都是没有办法应用，采不到蜜啊，只有能采到乌桕蜜、甲咸丰草蜜、荔枝蜜、甲龙眼蜜，拢总无。东南部去年底冬天比往年温暖，各少雨造成乃至冷影。伫今年春天开花结果状况歹，根据农委会估算，今年乃至冷影各地开花率无到3成。台湾市螃协会指出，乃至冷影蜜是台湾本土蜜的主要大宗，平均年产量差不多是1万吨，不过今年只剩1成。去年是因为暖冬，然后造成今年的荔枝龙眼开花，一般平均的话在1万公吨。
天的产量就不到往年的1成。好佳在今年入冬以来，气候配合节气变化，芳农有情，每年开花状况比今年较好。毋过，就惊天公伯啊变面，采收期天气确实无好，丰收也是欠收无答案。虽然说来去是百花蜜采收的季节，毋过因为全台总产量比乃至营养比较少，而且消费者对百花蜜较肥的口味接受度相对较低，对芳蜜市场的帮助有限。芳农也请消费者体谅，今年度产出的乃至营养蜜继续会小可悬，甚至有钱也不一定买会到。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反常嘛，影响动物的生活。伫咧日本有一间医生馆，发现有3只熊伫咧医生馆的仓库困。若俄罗斯是有8只熊，因为兵站伤饱，找无食的，跩规阵走去边仔的庄仔头找食的，甲当地乡亲惊甲要死。同款为着食物件，拢入去人类住的所在，阁有8只熊。俄罗斯楚科奇地区因为气候暖化，8只海冰扬起，兵站是愈来愈薄，8只熊无方便掠这猎物，集体出走，接近了当地居民的庄仔头。Сейчас больше ходят по окраине. Вот я сейчас стою на освещенном месте, а медведи ходят вот туда, где темно, где темнота, там берег у нас. И сейчас там медведи раскопали очередную тушу моржа, и наша задача сейчас выкопать ее, выдолбить из льда. 居民为着要互熊离开庄仔头，甲掠到的海青遗体提供予8只熊食，前后吸引了56只8只熊过来。为了居民安全，当地庄仔头成立巡逻队，取消日常活动，防止熊入去庄仔头。记者林世彤报道。前线直接看来关心香港，香港昨昏阁发起3罢工、罢市、甲罢课，也毋过有较平静，交通嘛无啥受到阻碍。学者是观察讲，5大诉求也是香港人要爱的回应，香港政府毋通急点点。针对服务警察进驻地铁站。网友伫8月5发动大3罢黎明行动，伫山田屯门等所在抗争，不过整体气氛平静，无影响到交通。中头网友发动家己拦截行动，虽然无发生冲突，不过警方依然甲民众站来检查，也甲一名女子带上警车。不办反送中运动半年来，警方变做尽快的拍手。立法会、区议会等民主派390位议员发动联署，反对政府就要检讨公务员薪水、甲警察加薪，作为追究警察暴力嘅第一步。民意係好清晰嘅，就係警隊加薪理應要抽出嚟獨立審議。伫吹背禮拜80萬人大遊行，香港高等法院甲中心法院暗示互人等去大辦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出面指責示威者，講香港已經亂了6個月，港人對暴力已經厭倦。香港已經亂咗6個月啦，我相信比較大部分嘅香港人咧已經厭煩，咁因此咧，我覺得回復理性咧，呢個係最好嘅時候。不過學者認為，反送中運動未這麼緊就結束，有可能向有組織的方向進行。昨天我觀察到的一個現象，就是有一些人去自發的喊這個主工會的口號。經歷過上個月重大的事件、旅大的事件之後，我覺得很多運動的支持者都會發現，就是以不停的武力的程度去升級，不一定有正面的作用。就要思考是不是要將整個運動的能量轉化到主機的那一邊去。反送中示威半年來，警方統計總共逮捕6022人，其中2393人是學生，16%佔4成。以理大、港大、中大上多。學者認為，追究警察的暴力等5大訴求，依然是群眾的上大共識。只是經歷過理大圍攻事件了，民眾也在咧思考，抗爭需要有新的模式，才能行了長久。記者綜合報道。香港反送中抗爭已經燒半冬，真濟香港人對香港政府無信任，搬來咱台灣住。紐約時報就報講，自6月份開始，已經有超過200個反送中的抗爭者，才係香港的少年家，透過無共款的管道來咱台灣。咱陸委會是應講，外國媒體報的這200個一個數字，閣愛去了解。
一顶挂乌色喙暗的香港少年人赶行李到台湾的教会，大个所在嘛已经互安排好，因是香港反送中活动内底控制者，对香港政府无信任，嘛烦恼受到威胁。要提供法律协助的律师林俊宏坦白讲，有不少 NGO 团体私底下拢有斗下手。台湾这边有律师团会协助说，他们来台的签证的延长以及来台的居留的申请。安置的部分不单单只是在教会啦，应该是有其他的地方的团体会帮忙协助安置。我知道的部分都是合法的部分，可是我们不排除有走那个非法途径入境的部分。已经协助偌济香港人来台湾，伊无要讲，但是嘛强调，除了有合法来的，嘛无摆除有偷渡来台湾的人。香港反送中抗议到达已经半冬，但是敢有像《纽约时报》所讲的，6月份以来已经超过200个香港少年人用避避的方式来台湾，其中有一个人是1万美金的代价，坐渔船啊偷渡。他所讲那个200名的数字呢，我们还要持续的了解哈，因为我们台湾也是一个法治社会啊，我们绝对不鼓励经由非法途径来台，因为这个风险很高。海巡署强调，目前并无接到任何偷渡的资料。根据统计数据，今年1月份到10月份，香港居民许可居留的人数是4352个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0%。6月份了后，每一个月香港来台湾的人数拢有倍悬。10月份上济有1243个人。6月份嘛表示，在港澳条例现行法规的限制之下，已经有处理的机制，会依照人道原则，佮有相关的法规来处理个案。记者郭彩票做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去北欧看芬兰，即马出现史上第3个查某的领导人，伊是今年敢若34岁的交通部长马林，嘛是现出是全世界上介少年的领导人。今年34岁马林原本担任芬兰的交通部长，想不到前总理林娜因为处理邮政罢工，惹出广被财力丰富，引发联合执政的中间党不满，和林娜伫顶礼拜日请辞。不过中间党无要推动各一摆大选，上大党社民党决定改选党主席提名新总理，结果马林以32比29票打败党内对手。也就是担任国会党团主席林特曼，国家暗算马林会伫拜日通过国会表决，变芬兰历史上也是全球目前上少年总理。芬兰联合内阁5个政党领导人拢是女性，其中3个人年岁拢伫35岁以下。这立场是中间偏倒，半年前才上台联合政府，伫林娜请辞了后，表态继续合作推动脱中和等政策。马林表示，在中间信任方面，有真侪工作要做。马林的家庭背景特别，是同性恋的双亲家庭。27岁就做高雄坦佩雷市局长，了后伊的政治路就一直真顺。目前伊嘛是一个囡仔妈妈。马林表示，家己唔捌考虑过年岁甲性别，加关心行政治路的初衷，敢若赢到选民的信任。芬兰到年底进前，也是欧盟的轮值主席国。马林若是通过任免，第一个对外任务都是伫10日去布鲁塞尔参加欧盟的领袖峰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通过维吾尔维格人权法案，中国国务院开记者会，呛美国卖直直插手中国的内政，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认为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任何搞乱新疆的图谋都不会得逞。大声批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就是因为美国众议院进前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中国压迫新疆人权的官员。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反击，新疆自治区主席扎克尔强调讲，过去新疆一直来发生恐怖攻击，政府所做的代志，敢若是去极端化的措施，也有机灵教育培训，甲美国政府所做的反恐怖本质无啥物差别。美国所谓的2019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无视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繁荣发展。华人民主侧议董事主席张建元分析，目前中国也是主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嘛互相关的功能无法度发挥。若是中国敢若是想要打击恐怖主义，应该加强开放新疆再教育营的透明度，互外界确定内底关的拢是恐怖分子。针对这个恐怖主义的话呢，中国它能够提供更多的证据
让国际社会，特别是到所谓的在集中营在教育营当中呢，去进行这个实际的访视了解。学者认为，讲人权议题不分国界，国际社会拢应该保持关心，无干涉内政的问题。若是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加强谴责迫害新疆的行为，而且制裁负责的官员，实施出口禁令等等。目前这个法案，佫需要美国参议院同意通过，而且由总统川普签署才算有效。记者综合报道。纽西兰出名的景点北斗火山昨昏熊熊爆发，附近大约有50个人。火山爆发了后，已经知影造成上无5个人过往。不过当地政府是讲，北斗顶头可能已经无人活落来啊。游客看到火山喷发，叫大家紧走。纽西兰北岛东部外海的北斗火山，当地初九下晡2点11分熊熊喷发。观光客陆地影像会当看到岛上线白烟一直喷出火山火甲水汽，互大家拢惊到。警方证实，迄当时岛上差不多50个人，上无5个人不幸罹难，31个人受伤，各8人下落不明。因为岛上真势危险，救援人员无到顶岛寻求看甲协助。纽西兰总理阿尔登车站闭关表示，直升机来回吹过了后，岛上可能无人活落来。However, it is now clear that there were two groups on the island: those who were able to be evacuated, and those who were close to the eruption. As police set out last night, the Police Eagle helicopter, rescue helicopter and NZDF aircraft have undertaken a number of aerial reconnaissance flights over the island since the eruption. No signs of life have been seen at any point. 阿尔登嘛指出，受伤的人有生命危险，因大部分是为纽西兰、澳洲、中国、英国甲马来西亚来游客。对外界这期，伫北岛火山可能爆发情况，为怎样允许游客登岛？纽西兰政府回应，北岛火山活动真歹预测，会寻求专家建议，目前也是救人第一。另外，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当地初九嘛喷发。画面上会当看到岩浆一直喷出，埃特纳火山常常喷发，不过真少造成灾情，这摆嘛无造成灾情。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拢拍拼伫咧保护强要绝种的野生动物甲食物。即马有专家发现讲，伫咧墨西哥海湾生活强要绝种有严重的生存危机的一款赤海猪，已经存无30只。赤海猪这几年来减少真济，伫最后生活所在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海湾，估计才剩19到30只。蒋经行伫在地鱼评流行掠另外一种濒危的石手鱼，将鱼标挂落来做有春药效果的花架，卖互中国了后，更较恶化。因为赤海猪定定无细力吸到鱼帮就死去。今年8月份，CITES 伫日内瓦钓开的时，就已经对墨西哥提出警告。要求伫10月初1开始采取禁渔令，不过墨西哥到今并无积极的作为。Fishers are still out in this area of the Sea of Cortez fishing, so we have huge concerns because it's a matter of urgency. The concern, of course, me also thinking that this is the first species that would be off of Appendix 1 that would be go extinct under CITES. We want to avoid that. CITES 目前有183个会员国，昨年打击非法的野生动植物贸易。不过，有报专家批评，CITES 袂当用贸易手段有效制裁违反规范成员，才会赤海猪强要绝种问题是愈来愈严重。And with the few vaquitas that are left, we have to all get serious about this issue. We need the further enforcement needs to be done in that polygon to ensure that the legal fishers will stay out once the Totoaba season starts in January. CITES 秘书长史奎洛表示，已经向墨西哥表达关心，不过因为牵涉犯罪组织，好问题真歹处理。若是袂当赶紧挽救赤海猪，可能是 CITES 保护之下第一个绝种的野生动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倒来咱国内来关心2020总统大选剩1个月，检调伫咧各地头当咧掠贿选，到11月底，拢总有掠到378件，其中有一寡可能是中国、香港、澳门来资金，要来影响咱的选情。另外，咱嘛真接听到有人会讲，想若选调，伊就要请大家食鸡排，安尼敢有算贿选？咱来听法务部安怎讲。
发财车底满一地地万用塑胶阿嬷是国民党立委参选人蔡玉辉的竞选名，车头准备送去文情说明会，被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大会员阻止，指控伊涉嫌贿选，警方将证物扣押送去检调。蔡玉辉无认为有贿选，不定提告。这么多的一个文宣品，加起来远远超过30块。如果这个不是贿选，什么才叫贿选？成本15块尔吼，15块，我绝对唔是像因讲超过30块文宣品吼。我想感觉大会是无黑啦。2020大选热泡泡，国民党扫街造势也常常发送文宣品。最近网络阁出现真侪篇写着卡苏3人当选，就送鸡排这篇文，所以引起是不是算贿选的质疑，也未少候选人送礼超过30块。互外界质疑法务部是不是将款认定，放宽30块以下贿选看站。金额它只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候选人跟选民之间，他们是不是有行收贿的这个意思？法务部强调，如何才算接受贿选，也是要看个案是不是有对价关系，也未只看物件是不是伫30块。八做过检察官律师郭立珍也表示，检调会针对竞选名是不是影响选民投票意愿，来判断是不是贿选。并不是说一定超过30元就会构成贿选，你送的对象是谁也很重要。如果你30元送的都是没有投票权的人，或者是说根本不是在你这个投票区域选区内的选举人，那很明显就不会构成有对价关系。2020总统大选春个月会，全台检调一调查贿选，最高检察署统计，目前全国各地检署受理的选举案件378件，被告586人，有6件境外资金介入，大陆加港有资金介入5件上侪，是不是有有心人士干部选举检调一个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美丽岛事件40周年，民进党举办纪念活动，请美丽岛的受难者参加。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嘛感谢当当时有律师愿意站出来替受难者辩护。纪念美丽岛事件40周年的活动，伫咧优美的轻社中开始。民进党主席杜英台致辞的时阵，先代表民进党向美丽岛事件受难者鞠躬，表达上大的敬意。真侪前辈伫这个打中失去自由，甚至付出了性命的代价，证明台湾的人是袂去互这款的威权打倒，反倒转来会一再二再勇敢。站出来反抗。美丽岛事件的受难者之一，总统府主席姚嘉文也讲出迄段抵抗威权政治、追求民主的过去。那是因为我们有长期的努力、长期的主张，而且正确的方向，才有今天。所以，请大家记住，美岛运动不只是高雄事件。我们继续努力，谢谢各位。总统府秘书长陈菊除了感谢迄当时有辩护律师愿意站出来替受难者辩护，也讲出对民进党未来的愿望。我希望明年美丽岛事件41周年，咱主席会当甲真济有较准备充足的时间，甲真济人会当共同来去思考，讲40年前。咱同齐安怎合和团结，大家人为台湾伫打拼。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也讲，也爱珍惜即阵真无简单所得到的民主。记者洪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中国的非洲地震，这疫情也得少。上届还是，阁有旅客上空上芳，要对中国炸猪肉片入来咱台湾。农委会讲，旧历过年要到位啊，千万唔好对中国也是东南亚炸肉片转来台湾。中华邮政的卡车为桃园国际机场，甲民众为海外寄来台湾的包裹送到台北邮件处理中心，所送大甲包裹运送到7楼先由检疫犬开始检查，是毋是有违规的肉制品，接下来搁送往电工机进行100%检查。根据统计，
逢年过节，民众为海外寄包裹返来台湾数量大大增加。平常时一个月18件违规，今年9月中秋假期就有149件。那这里大家就可以印证到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年节送礼对于防疫所形成的这个冲击。国内为去年到搭，伫边境采样非法带入来的猪肉制品2730件，总共有203件验出非洲猪只阳性反应，其中中国验出阳性的比例是14%，越南更高41%。农委会指出，明年旧历年过年检疫工作更加加重。今年的过年，我们所遇到的是所有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这边，总共有10个国家。今年的过年所遇到的挑战会比去年还更多。虽然邮局包裹检验严格，不过嘛出现有民众买中共大陆的捕鼠器，正常的肉肠送来台湾无妨检查出来。对此，农委会表示，除了要求电商平台要加强管控，嘛呼吁民众若收到这种物件，一定要寄予防疫单位，袂当黑白单调。记者林俊文、曾志成 SNG 小组台北报道。另外，中华大城的海鸡仔，小连续2天拢有发现死猪仔，昨昏阁有2只，另外嘛有20多只死鸭甲死鸡仔。初步判断应该是边仔小型的饲养场乌白片，因为惊有病毒，已经送去检验。青塔市防护沙防疫人员无影消毒，伫中华大城南边海保救封锁线，在去安检所人员阁发现2只死猪仔，也有21只鸡鸭尸体。经过通报了后，防疫人员去采样，就伫原来所在将动物尸体收掉。在大城乡南段海堤岸际约10公尺处，发现2只猪只尸体以及21只的鸡跟鹅，马上启动防检疫标准作业程序，拉起封锁线。穿上防护衣，实施现场人员管制。中华大城海保连续2天看到死猪仔，而且所在2公里外北部花水门，伫礼拜日也发现5只死猪仔。不过，中法官同封锁认为非洲猪只可能性增加，不过伊愿意相关的防疫规格送去检验。2处的出海口相距大约在2公里左右了，那是不同的溪流。从上游流到出海口的，非洲猪瘟的可能性很低的。死猪检验结果按算1月10日出来，中法官同封锁初步判断是小型饲猪户往去片出来，会甲派出所协区监视器对查，也加强宣导死猪应该依照规定送化剂厂处理，若无会开罚。记者综合报道。高高到油门的高架桥这座高速公路，要顺长到苗栗的头份捷达，高公桥已经完成初步的规划，按算要顺长39公里，要开750亿，要去6档，也毋过苗栗县长徐耀昌反对。交通真无用的时阵，五油高架道油梅段接国道1号，毋但车流汇合，佮加上经过湖口工业区甲新竹科学园区，常常对湖口一路塌到新竹，佮有可能塌到苗栗头份交流道。高工局目前初步规划，五油高架道塌到头份总长39公里，毋过苗栗县长徐耀昌公开表示讲伊反对。我说我身为一个头份人，我坚决的反对五羊段，从现在的杨梅一直延伸到头份。到造桥一个交流道，再下去到铜锣科学园区接起来一个完整性，这才叫做前瞻啊！新竹县市政府是针对南投的计划表示肯定，不过暂时要探去东路，市政府是表示尊重交通部的专业。延伸到头份或者是铜锣园区，那我们建议交通部要用专业的角度来切入，来评估、审慎决定。交通专家是建议，五油高架道的问题，袂当干那对解决交通塞车来思考。若是照高公局初步的计划，五油高架道南塘去苗栗头份，总共需要经费差不多是750亿，工期差不多需要6档的时间。若是刚好要通到苗栗东路，交通部要求地方政府提出相关的计划，再搁进一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若高雄国际机场原底要进行航厦的翻新，也毋过交通部重新评估了后，决定要甲高雄机场扩大到2040年会当抵2000万人次的机场，所以要来大变新。
旅客排队报到，高雄小港机场大厅一时就客甲10通通，因为年旅客量一直创新高。尖峰时段，小港机场4座报到柜台88窗口已经特别无够使用。交通部自年底原本要将小港机场扩大到2035年年容量达到1650万人次，不过最近要搁增加，爱到2000万人次。它有机会成为一个通往印太各个市场的区域性的机场。我们保留一个方案，把现有的货运站再往东移，客货分流之后，年容量可以做到2000万人次。小港机场目前是以连通道连接国内甲国际2栋航厦，交通部规划2027年完成新航厦，2037年扩建新航厦，2035年将国内国际航厦整并新航厦成为一个大航厦。2040年客货分流，学者也认为小港机场目前腹地也未饱，现地提升规模比起新机场较好。在尖峰时间，它很需要这样的一个量，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现在很多那个旅客都使用自助报到柜台，所以他们还有预班登机，所以他们其实也不太需要太多的柜台，所以两个合并起来，这个是有好处的。学者认为，小港机场也适合发展国际航空。交通部表示，因应印太区域经济，评估高雄唔免取消宵禁，就已达到2000万人次规模，所以也规划台中相关加做跨印太区域的国际机场。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长郑文灿甲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昏做伙骑脚踏车，因两个是斗阵宣布讲，新北甲桃园的大汉溪脚踏车道已经相接起来啊！对石门水库，即卖会使直头骑到淡水甲八里。大汉溪自行车道，赞！桃园市长郑文灿、新北市长侯友宜相约骑脚踏车。全国新北市甲桃园市两市之间的大汉溪自行车道完成串联，全长65公里，民众会当一路自石门水库骑到淡水的渔人码头八里左岸。在桃园市大概675公尺，那花了大概4000多万，把原来的3.5米拓宽为8米，从桃园的石门水库到新北市的淡水65公里。另外，两市也宣布图书馆一整通服务正式启动，即马摕桃园市的借书证，只要先到新北市图书馆的网页登录开启。若是人借桃园新北两市图书馆的超过960万册书，也当借台北加贵人市图书馆的书。不分彼此，我们都是全力以赴，让我们的两市的市民能够共同生活得更好，有过一个好日子。所以大家斗阵表。咱拢尽量认真拍拼，做代志就好。两位市长讲，桃园市、新北市今年2月10日决定建立合作平台，定期办双城论坛，加强市政建设的合作。未来这份交通、防灾、观光、智慧城市、环保、防疫加城市外交等合作也开始推动，做到一条生活圈串联。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云林，云林是布袋戏的故乡。二仑乡的义县国小为着要传承布袋戏，专工成立社团。囡仔是人布袋戏翁仔讲口白，讲甲真有班，嘛摕到小金奖奖的肯定。回乡就将保特瓶顺利入完回球场内底。学生囡仔伫台顶搬布袋戏，毋但戏翁仔人家真熟手，口碑嘛讲甲真认同。这是二仑乡义县国小布袋戏社团，因的表演结合环保理念，教大家爱安怎正确做资源回收，得到小金奖奖的肯定。我控制机器，然后手要按那个音效。谢谢老师帮我们准备东西，布袋戏变得比较精彩，不能乱丢垃圾。然后要爱护我们河川。云关是布袋戏的故乡，义县国小成立布袋戏社团，传承文化，让囡仔更加了解在地。学校毋但训练学生人戏翁仔的技术，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更加教囡仔学做人做事的态度。这个内容啊，除了环保这个意识要加强以外，就是要忠孝节义。有时候跟一些同业的去学校包括大学、高中、国中小学都是演绎出那个论孝道、
反毒叫小朋友绝对不要去要远离毒品。宜兰国小布袋戏社团头尾超过5档，学生拍拼练习人戏红仔搬布袋戏，毋但增加能力甲自信，囡仔更较认捌故乡的景，甲布袋戏的文化甲精神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那友好时代嘛是真要紧的代志。中华石牌国小特别甲社区合作，带囡仔人去社区的活动中心，互囡仔替时代抓铃、唱歌跳舞，互老人看。看到这个囡仔食果水，时代是笑甲嘴啊利塞塞。伫古早的舞仔对音乐跳舞，囡仔兄囡仔姐跳煞着个体时代抓铃。中华石牌社区的长辈有诶头一摆互囡仔抓铃，笑甲嘴啊利塞塞。真系啊，我伊。你哪个你抓？系啊。你干嘛互阮抓？无啊，住的无啊。来这里唱歌跳舞给阿伯阿妈听，让自己做的饼干给阿伯阿妈吃。为着互囡仔自细汉就知影爱友好时代，石牌国小的校长和老师做伙和社区合作，带囡仔唱歌陪伴时代人。阿公阿嬷看到这么侪囡仔伫咧身躯边，心肝头非常感动。石牌社区也真多谢学校愿意到小听。上辛苦的就是咱石牌国校6位主任老师，因愿意讲徛出来，甲社区配合，所以讲今仔日这个活动就是因为社区跟学校的结合。即阵石牌社区也无家己的活动中心，会使互里面活动的空间介少。社区干部除了拜托民意代表到争取，也希望公所甲县府会当到帮站，互社区大大细细有更较舒适的空间活动，联络感情。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舞台最近推出过百亚的旅游行程，要甲花莲的首歌恋客拼一个关键。若想要过百亚，唔干那会使去花莲。即马屏东舞台乡嘛推出过百亚体验，对北爱寮溪新山大出发，经过下舞台到国川河段，会当选择坐游水库啊，也是徛咧个船，欣赏山川的美景。部落的族人看见这样的一个状况，认为这个区块它是可以规划到整个永续利用、合法、安全、专业。乡长杜正吉表示，舞台乡有真侪丰富的自然资源，公所最近和过百亚的专业团队合作，开始试营运，同时嘛进行在地族人的导览解说，以及和过百亚相关的专业培训，希望未来会当交予族人家己来经营管理。这一次的泛舟是我们从下神山到出谷川这里，那这个地方是目前的水量跟天气比较稳定，所以我们的专业团队才选择这一块。虽望体验过百亚刺激又搁好耍，不过安全也是真重要。体验者爱穿防寒衣、救生衣、爬溪鞋和安全帽。规个活动自环境介绍到结束，差不多是2点钟。过程可能会拄到错漏、弄到石头冰船等等的挑战。欢迎介意水上活动的朋友会使同齐来体验，享受水上活动的趣味。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冠锦标组织昨昏通过表决，要对俄罗斯全面禁赛，就是俄罗斯的运动员拢袂使参加国际比赛。接落来的4档，包括明年的东京奥运、2021年的北京冬季奥运，甚至后一届的卡达世界杯卡球比赛，俄罗斯拢袂使参加。世界环境的组织初到伫瑞士洛桑国际奥会总部会议，各个表决拢同意对俄罗斯处全面禁赛4年。这嘛代表俄罗斯袂当参加2020东京奥运、2022北京冬奥，甚至2022卡达世界卡球赛。The decision is designed to punish the guilty parties and send the message that it will not be tolerated. It stands strong against those who cheated the system, while protecting those who did not. 未来4年的重大国际比赛，俄罗斯的运动员袂当代表国家参赛。俄罗斯强禁止升国旗、演奏国歌，政府官员袂当出席，甚至无得主办申办重大的国际比赛。敢有会当证明家己无敬业跳舞的俄罗斯选手，才会当用独立运动员身份参赛。Сегодняшнее решение ВАДА, в общем, принесло очень большое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е. Конечно, мы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мальчишки и девчонки, которые мечтали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Олимпийских играх, которые тренировались,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ведут спортивную борьбу, будут также наказаны вот этим вот решением за счет чьих-то ошибок. 俄罗斯伫2014年索契冬奥时爆发肌肉跳盘强竞赛，168运动员伫2018年南韩冰上冬奥以独立运动员身份参赛。俄罗斯电竞协会伫2015年告叫世界环境组织指控涉嫌系统性的使用禁药。今年初因为怀疑俄罗斯偷改药检数字，我大启动调查，最后宣布无合规定，处禁赛4年。 Поэтому, вы знаете, еще раз, нужно измени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изменить подходы. Другого пути н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нужно дать нашим спортсменам жить полноценной спортивной жизнью. Хватит кошмарить спорт. 俄罗斯有21天的时间，会当用瑞士体育仲裁法庭上诉，若是上诉失败，赛4年，俄罗斯的运动员会当代表国家出赛，到到2020的欧洲国家杯卡球赛，因为欧洲卡球不是大型的国际运动组织。记者综合报道。 生活宝贝仔来关心咱国内上新的发现，这是大约有5趴的癌症甲 HPV 病毒有关系，包括子宫头癌、拢是，而且查甫拢有可能防过着，甚至有囡仔囝伊的尻川生菜花，拢是因为患着 HPV 病毒。拄则出现2个月的大埔幼婴仔，因为发烧带去，医护人员检查身体发现，伊的尻川皮有8个。 检验结果竟然是菜花，也就是感染人类黏土病毒，简称 HPV。医生讲，大约1成到2成的成年人喙脓内面有 HPV 病毒，可能就是感染的原因。他的屁股旁边常常会有湿疹这类的问题，皮肤皲裂，然后再加上我们口水里面有病毒的话，它沾染到这个皲裂的皮肤，它就会导致传染。医生讲 ，HPV 是一种性传染疾病。 大部分拢是性行为感染，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感染的个案，比如讲公共场所的门把、游泳池，也拢有感染的风险。而且有5趴的癌症是 HPV 感染造成，包括子宫头癌、外阴癌、阴道癌、阴茎癌、盆腔癌、头颈癌，国加菜花，也就是医界定定讲的6癌疾病。若是有做 HPV 疫苗，会当增加7成到9成的保护力。 HPV 总共有100多型，那我们现在做出来的疫苗最多型别是9型，所以这9型已经涵盖了7成到9成的生殖道的癌症，所以已经可以提供这么多的保护。医生讲，不管是大埔查某，拢有可能感染 HPV。目前全世界已经有40个国家实施疫苗男女共同接种计划，其中澳洲2013年开始实施男女公费注 HPV 疫苗。不过医生提醒，就算有注预防射、有性行为的女性，依然爱定期接受子宫头的抹片检查，降低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那全世界失智症的人口嘛增加甲真紧，甚至甲单也无药医，只会使控制好较慢恶化。美国即马有药厂当在试验一种新药啊，会使减慢恶化的速度，甚至记忆嘛有变好的现象。今年78岁退休进前担任罗德岛花园的弗莱格，几年前发现家己得着阿兹海默症。 At the beginning, I was obviously having a difficult time remembering what anything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what order it was and when who was who and things, all sorts of things. 失去记忆和弗莱格亲像是无熟悉的人，因某嘛过了真艰苦。落尾经过医生建议，参加一项新药的实验，结果弗莱格发现记忆改善。And this is a drug that specifically targets the one key component of the disease, the buildup of plaques in the brain. Overall, our patients had slower loss in memory than we expect to see. 业者讲，正式新药啊，会当互视力退化减少2成3，这个结果互人真欢喜。 These are really uncharted waters for the Alzheimer's community, and what we can say about a 23% reduction in cognitive decline is that it is the largest reduction that we have seen to date in a clinical study. 业者会在明年初向美国 FDA 食品药物管理局申请上市许可，若是通过，会是所有患者的好消息。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今日只有透早较寒，日时温度会豆豆回升。伫咧北部有20度，中南部有24度到26度。各地天气拢正稳定，只有伫咧北部、东北部有局部低渐雨。做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有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有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3度到2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